Trump 甲普京通电话讨论到俄战争的停战谈判，乌克兰唔接受，讲若要谈判，乌克兰就爱战场。美国要扣对顶关税，赖总统开国安会议讨论对策，强调台湾半导体角色是惊奇的人，唔是棋子。第二，一对病仔囝过船，后生刷起后一只大海鸥吞落北，加在海鸥随搁甲开出来，人是平安。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陈怡晶。新闻一开始，先来看台中新光三越百货公司爆炸，造成4个人死亡，34个人受伤。业者今仔日咧拆外墙，这碎片落落来，差一点仔就喊着人。按消防局初步调查，认定是假使爆炸，而且这施工的楼层消防设备是关起来的。目前检方专案小组嘛，登到现场要调查刑事责任。大台吊车工作平台在工作人员去要甲外壁给拆掉。台中新光三越起爆案件进入第二天，事发地点12楼，依然继续碎片落来。新闻差点仔去讲到伫楼骹等待媒体，欺负下令业者赶紧来拆除，马上评估警戒范围是不是扩大。可能坠落的部分，我们会要求他立即清除，甚至我们要去评估相关技师找相关技师去评估它坠落的范围是不是需要扩大警戒的范围。台中市消防局就是公布案发当时，空袭伫现象仪器画面发现起爆了后，内底温度无悬，伫19到24度中间，显现红色部分主要是搜救人员的体温。经调查初步认定是假使起爆造成的，而且施工楼层消防设备违法关起来。现场发生的时候，我们有派同仁上去调查，它消防设备是关闭的。我们在现场评估，初步认定应该是气爆，就是瓦斯气爆的因素所造成的。那不过确切的一个真正的原因，还是要等检察官来做一个裁示这样。行政院长杜英台就是下晡到台中听取事故简报，消防署讲起爆迄天早起10点半，有工程行人员看到厂商使用弗兰达伫切割这个假使管线，现场批着假使为20分钟了后，大约11点半发生爆炸。杜英台要求中央甲地方政府爱斗阵做好善后，并且确认大楼结构安全。那事故发生之后，百货公司建筑物的结构安全是否有疑虑？这个要特别拜托台中市政府透过这个结构技师啊等等来做安全的鉴定。相验结果判定4名死者多因头胸部外伤、胸腹部钝挫伤，导致多重器官衰竭死亡。本件事故相关人员是否涉及刑法之过失致死、过失伤害及公共危险等刑事责任，专案小组将会尽速调查。台中地检署强调，已经针对施工的工人甲百货员工，这16个人来访问，拢以证人的身份请回。4名死者已经完成尸检，死因是头壳甲胸坎外伤，也有胸部、腹肚受伤，造成多层器官生理机能耗尽。专案小组已经搁再转来现场来实地勘查，会赶紧调查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新光三越爆炸，11楼甲12楼装潢施工事先无申请，违反消防法甲职业安全卫生法，相当可能会罚120万。不过，议员认为讲，业者咧装潢市府煞底唔知，是咧下体责任。凶爆炸，新光三越台中店10楼感受到威力，排满11、12楼临时柜的货车带来有害，部分天棚规个崩塌。市政府清查11楼甲12楼室内装修无申请，已经违反建筑法，会采最高罚款30万。业者佫违反消防法、职业安全卫生法，拢总4项违规，一定相关罚价120万。市政府对改装拢唔知影，也互民代无法度接受。进行装修或是改装的话，都会在粉专或者在第一时间都用公告的方式来告知民众。大家都知道，只有市府不知道。你们是睡着了吗？民代提改装前，新光三越台中店11楼、12楼各规划改装公告，嘛即期连百货都伫家己的专业大文公告改装行程，刷手会当看的资讯，甲市府唔知影。这现在施工中的建筑工地也将近3000个案子，那更何况室内装修100多家这种商场或百货，我们没办法这样一一这样去掌握所有人。目前我们这施工管理科的就是7个人。高雄大学政治法律学系教授廖义明认为，这件代志分作2个层次来看。法律层面来看，业者无申请，台中市也是监管单位，确实无权嘛无责任处理业者的任何问题，无法度要求市政府负责。不过，以台中有各个重大公共场所的公安意外来看，主政单位较无主动。这个处置
权能够做的事情。我们只能说，在这个事情上面，台中市政府的这个就公共行政的角度来讲，它的主动性不足。但主动性不足，并不代表它违法。律师林书涵认为，这个案较歹先留国赔，建议民众爱透过法律争取权益，会当向业者也是施工单位是不是有疏失的情况来做。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市香山有一间塑胶制品的工厂着火，因为工厂放真侪化学物质，就惊会爆炸。消防队是调派应变小组来支援，加在无人受伤。不过这乌烟是呛到真悬，阁会插片，住伫附近的民众就要特别注意。火粉正大，阁有臭味。新竹市香山区南港街一间塑胶制品公司，10时外近中昼发生火灾，火粉呛半天悬。现在厂区内的火势持续扩散，会将这一边整个有烧掉的状况，里面没有防火区划。大火一直烧，店区变火海，因为塑胶制品公司内囤放真侪化学物质，包括甲苯、乙丙醇类这些化学物质，现场袂当用水灭火，所以加派布丁车组来支援水泡打粉灭火。高通知毒化灾应变队当机构厂商支援，不过就惊发生大爆炸，消防人员第一时间伫个外口用水线防护，防止炭烧，避免火搁扩大。经我们了解在这边的化学物质大部分都是苯类的混合物跟醇类混合物。另外，大火造成真大火粉，环保局嘛特别提醒火灾附近的民众注意空气品质变差，他们关有暗挂喙暗。依据中央气象署资讯，火场风向为西北西风后转为北北东风，受影响范围为竹市的南港里、内湖里、盐水里、苗栗县竹南镇、头份市及造桥乡。因为渐渐有件类似化学工厂的火灾，搁伫救灾时阵，因为化学品引起爆炸。消防专家嘛指出，化学工厂灭火有真大的危险性。那如果你没有办法指漏它已经起火燃烧，你就要让它烧完。那去抢救甲苯的火灾，一定要背空气呼吸器。要不然你吸入这些甲苯的气体，会让消防人员中毒。这场塑胶厂大火，新竹市政府表示，已经要求确保消防人员伫救灾过程除了维设安全区，嘛使用无人机加消防炮台灭火，同时嘛持续监控空气污染的状况。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总统 Trump 宣布要扣对顶关税，敢会冲击咱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呢？总统赖清德今仔早起召开国安会议，赖总统表示，咱台湾伫咧半导体供应链的角色是行棋的人，毋是棋子。政府官员的车队一台一台来到总统府，总统赖清德紧急召开国安高层会议，包含行政院长杜永泰、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这国安财经首长拢参加。因应美国总统川普宣布的对顶关税计划，赖总统强调会甲产业以及美国密切沟通，提出全球半导体民主供应链伙伴倡议。台湾作为全球最具实力的半导体大国，我们有能力，也有意愿来应对新的情势。面对川普总统对于我国半导体产业的关切，政府会审慎应对，强化台美沟通，增进彼此更多的理解。除了注意协助业者因应情势的挑战，我们更将提出全球半导体民主供应链伙伴倡议，建立 AI 晶片产业链全球联盟，以及高阶晶片关联产业民主供应链。马总统讲，会甲友民国家打造民主供应链，尤其这2年对中投资的占的比率下降，美国将做台湾上大投资对象。行政已经清点甲扩大对美投资甲采购，强化台美伫 AI 先进半导体技术开发制作合作，塑造台美合作新时代，更加对台湾伫全球供应链甲区域安全的角色真有信心。无论在全球供应链体系间，或是区域安全的角色上，台湾都是全球和区域不可或缺的一员。我们是棋手，不会是棋子。亚纳美中台3会活动，赖清德讲到，面对中国的态度是拄好，愿意追求共赢的努力不变，秉持对顶尊严，推动交流，对外处台对抗，更加强调美中互动甲台美关系绝对不是规盘拢互放弃。作为国际民主社会以及区域负责任的成员，我们希望台美关系的发展持续提升。也可以和美中关系形成良性循环，而非此消彼长的
零和赛局。马超直讲，希望未来创造多赢的局面，新的政策唔确保美国利益，台湾加产业界也使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并且在乱局之中脚步巧在。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新闻，美国总统 Trump 13宣布要向全球所有贸易无公平国家扣对等关税，这个政策会当讲是硬对硬，意思是别个国家甲美国扣偌济税，美国就会甲你扣平济。来看美国贸易红字差上济国家，包括欧盟、加拿大和墨西哥，拢化别反制。尤其是贸易红字第一名的中国，毋若讲要扣重税来报复，佮挑工要去调查谷歌公司。Trump 行这波关税政策其实是真冒险的，因为对别个国家来讲呢，成本增加，商品的价销都会抬悬。颠倒是美国的消费者物价提升，害通货膨胀会变搁较严重。不过 ，Trump 认为扣关税会当保护美国在地企业，确保供应链拢转来到美国，增加美国生产甲就业的机会。签署对等关税备忘录，美国总统川普13宣布，徛伫公平原则，会甲外国扣同款的关税，而且还阁对实施征达税，同款看作是关税。商业部表示，上近4月份就会实施。川普讲到晶片产业的时阵，搁一届讲到台湾甲美国晶片的生理抢去。Taiwan took our chip business away. We had Intel, we had these great companies that did so well, and it was taken from us, and we want that business back. We want it back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f they don't bring it back, we're not going to be very happy. 川普顶日大才针对美国进口的钢铁甲阿鲁米扣25%的关税，今卖又搁按算甲汽车的产业、甲晶片的企业倒转去美国。不止个针对川普的大动作，欧盟、加拿大、甲墨西哥已经准备好反制措施，这可能会打击美国的经济。然后中共嘛采取报复的措施，对美国能源、农业机械甲大型汽车扣关税，而且对谷歌展开反垄断调查。这也是川普政治上的考验，因为选民希望伊上任了后，会当解决通货膨胀日加悬的问题。We will charge them no more, no less. In other words, they charge us a tax or tariff, and we charge them the exact same tax or tariff. Very simple. 川普13嘛甲印度总理莫迪见面，因为印度对美国的关税是比其他的国家要搁较悬。莫迪答应讲会减少对美国的关税，而且会针对这点，甲减少贸易逆差来展开协商。伫会后的记者会，川普嘛讲会卖 F-35稳型战机予印度。They're going to be purchasing a lot of our oil and gas. We have more oil and gas than any other country in the world by far, and they need it, and we have it. And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trade.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many things. राष्ट्रपति ट्रंप की पहली टर्म की बहुत बड़ी भूमिका रही है और मुझे विश्वास है कि दूसरे टर्म में भी हम उसी गति से आगे बढ़ेंगे. 虽然川普宣布会扣对等关税，不过未随着生效。而且虽然1月份物价指数月增0.4%，不过甲进前增加0.5%，这个无加关遐济。市场跳脱对通货膨胀加悬的忧虑，华尔街股市13开悬走悬，中场4大指数拢遭收悬。公司新闻陈伟进报道。来看德国发生车冲去弄人的事件，上无有30个人受伤。这嫌犯是阿富汗的难民，伫咧德国有合法的居留权甲工作权。德国总理讲要把这个嫌犯赶出境。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讲因愿意配合，不过有交换条件是阿富汗伫咧德国领事馆就要停开。伫慕尼黑一场工会游行，有一台车竟然去弄人阵，造成几十个人受伤。警方接到通报，随去现场，附近的街路互警察车封起来，连官嘛有伫升机。警方讲，这个嫌犯是一个阿富汗人，已经抓起来啊。有目击者讲，案发的现场有人倒伫涂骹，佮看到有一个人去互警方带走。真侪人坐伫涂骹口，是惊甲皮皮喘。Ich gehe davon aus, dass das schon absichtlich war. Also mir schien es, als hätte das Auto beschleunigt bevor es. Personen verletzt. Wir gehen im Moment von weit über 20 Verletzten aus, von Schwerverletzten und teilweise sogar Schwerstverletzten. Er konnte dann durch Polizeikräfte überwältigt werden, nachdem sogar ein Schuss abgegeben wurde von einem Polizeibeamten. 案发的地点是真敏感，离安全会议的场地干了1.5公里。包括美国副总统范斯、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内等国家的高层出席。当局部署5千个警察戒备维安。Eines muss ich sagen, es handelt sich wohl mutmaßlich einen Anschlag. 有官员表示，这个嫌犯今年24岁，
2016年以未成年难民的身份来到德国，伊庇护申請在2020年去用拒絕，佢當初法令要甲伊趕出境，不過2021年4月去用慕尼黑當局推翻，幾個月了後發居留的許可予伊，了後伊讀冊完成職業的訓練，還佫伫2間保全公司上班。因為無前科，伫犯案之前，伊是一個普通的百姓。目前調查極端主義檢察部門已經介入。Nachsicht rechnen, muss bestraft werden und muss das Land verlassen。塔利班表示，願意甲德國就這個案來合作，來交換伫德國重新成立領事館。這個事件讓德國移民伫國內造成傷害問題，佫一屆出現。極右翼德國另類選特黨要求巴伐利亞邦的總理基德都要落台負責。前財政部長林德達呼籲，移民甲趕出境的政策都要大國較硬力。公視新聞梁分析。美國介入俄烏戰爭的談判，照 Trump 勝利人的個性，定着愛得到好處。Trump 已經向烏克蘭討要愛珍貴的稀土來交換美國的軍艦，確保烏克蘭安全。另外 ，Trump 嘛想要透過談判答應羅西亞的一寡要求，甲羅西亞靠我來，讓美國上大對手中國失去盟友。啊，那歐盟和美國調嘅算盤都無共啊。歐洲國家雖然驚戰爭擴大，到打攏無互烏克蘭加入去北約，不過因也驚羅西亞會甲烏克蘭吃落來，羅西亞的勢力就會更加逼我西邊嘅歐盟。所以在歐盟嘅態度一直攏是挺烏克蘭嘅。這陣 Trump 和普丁家己通電話參詳停戰，都引起烏克蘭嘅不滿。澤連斯基表示，因未接受這款偷來暗去嘅協議。那真是要談判，這烏克蘭或者是歐洲國家就要在場。華府傳出川普甲羅西亞總統普丁的通話，參詳結束烏克蘭戰爭的消息。13日，美印兩國元首的聯合記者會是新聞界關心的焦點。美國記者當面詢問川普，如果愛烏克蘭放棄領土、放棄加入北約的希望，那呢羅西亞是放棄什麼呢？川普是安尼回答的。Russia has gotten themselves into something that I think they wish they didn't. If I were president, it would not have happened. 迄天，川普伫白宮的辦公室回答記者有關羅西亞甲烏克蘭和平協議的問題，明確表示伊家己信任普丁。Do you believe him? Yeah, I do. I believe he wants peace. I believe that President Putin, when I spoke to him yesterday, I know him very well. 美國國防部長赫格塞斯伫布魯塞爾8月組織總部烏克蘭防務聯繫小組會議，伊所公布的美方立場，佫較互歐洲鄰國正意外。除了愛烏克蘭放棄2項，佫講歐洲愛家己負起對烏克蘭的軍事甲財務援助，若是要派遣維和部隊，莫甲美國算在內。赫格塞斯特別點出北約第5條款，就是針對任何一個成員國發動的武裝攻擊，應該互人當作是對全體成員國發動的攻擊，無適用佇烏克蘭維和部隊。好笑的是，北約成立以來第5條款頭一擺使用的對象，就是美國2001年的911恐怖攻擊。赫格塞斯13日布魯塞爾召開記者會，愛歐洲國家甲各方指出，為目前 GDP 2%的要求增加到5%。講歐洲國家應該甲歐陸的國防做出更較濟貢獻，唔通甲美國當作伴仔。佮講美國當地甲阻止中國佇太平洋的戰爭列作優先的順序。After World War II, First General and then President Eisenhower was one of NATO's strongest supporters. He believed in a strong relationship with Europe. However, by the end of Eisenhower's presidency, even he was concerned that Europe was not shouldering enough of its own defense. But make no mistake, President Trump will not allow anyone to turn Uncle Sam into Uncle Sucker. 北約秘書長呂特、歐盟外交甲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卡拉斯是當時贊同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所提出的立場，講任何和平協議，若是無烏克蘭還是歐盟的參與，攏會失敗。Я і сказав, що гарантії безпеки для нас, безумовно, це пріоритет. І гарантій без вас ми не бачимо. Які вони? Давайте говорити. 公視新聞汪慧文編譯。來看第二，有一對病仔囝過船出海，煞雄雄有一隻大海鰻游出來，這個後生去互海鰻吞落腹，佮隨飛出來，家在人平安無代志。啊，那這過程呢，因老爸對佇咧後壁攏有翕落來。
弟弟的查某人阿德里安伫大洋内面伫爬小船，一只身长超过10公尺的海鸡忽然间对伊的下骹边走出来，一喙就甲阿德里安吞落去。但是过无几秒钟，阿德里安佫互吐出来。但是这时阵，大是海鸥佫扑出来，对伫后壁几公尺远伫爬船的爸爸戴尔，叫因囝一定要保持冷静。规个惊险的过程是发生伫个西北麦哲伦海峡圣伊斯德罗灯塔附近的水域，就敢若囡仔个查翁仔的故事拢互翕落来。Y yo en un principio cuando pensé que había muerto fue como claro, mucho terror, porque pensé que ya no podía hacer nada, ¿no? Y cuando salí y empecé a flotar, ahí sentí el miedo de verdad de que también le fuese a pasar algo a mi papá, no hubiésemos llegado a tiempo a la orilla y me fuese a dar hipotermia. 阿德里安讲，伫代志发生之前，伊才和因爸爸讨论过附近出现海翁的可能性，但是无想到真正发生啊！阿德里安完全无着想扑出来的时阵，伊干那想要较紧爬转去因爸爸遐，较紧转去岸顶。想到代志的经过，阿德里安讲，海鸡有可能是因为好奇才挖过去伊遐，无就是想要传什么信号。这段互人真歹相信的画面，伫电里一直互传来传去，而且变做即马真红的热门话题。电里南边的麦哲伦海峡是以冒险活动真有名的旅游景点。虽然讲即马2月伫南半球是热天，但是气温上低嘛，敢若4度，上悬嘛真少超过20度。因为安尼，遮侪爱冒险的，也是高收水的，拢伫即个时阵来挑战。根据美联社的报道，伫电里的水域，海翁直接去攻击人类的状况是真罕的看，但都是会船去弄海翁，造成海翁死亡，也是海翁扩大，是这10年以来一直在发生的问题。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美国有一只流浪狗，去互人收养了后，煞那像是较爱自由，一直想要逃走，甚至是为2楼跳出去。这主人是找伊找3个月，才甲找到回来。斯克林的目睭年一个，看起来是介无辜，真安静倒伫个主人的手下，真正有够乖。不过3个月前，伊这个举动甲主人惊到。斯克林姆对2楼拢破沙桶跳落去了后，就对顶斗威利旁逃走，就安尼无去啊。主人后壁是一直发要找伊的团单，而且佫公开这段影片，因为狗仔的动作是有够流利，互大家印象真深。开始回报讲，伫遮侪所在拢有看到伊，甚至画地图来追踪，一直到11，伊总算达到限制互抓到，登去到主人遐。He's this sweet, calm, cuddly little boy. He's not on anything. This is literally him normally. 主人替狗仔做健康检查，发现讲，伊除了因为啉无清气的水，感染到面虫和其他伫肠仔的寄生虫以外，健康状况算是袂歹。事实上，斯克林姆才拄互领养无偌久，就伫去年4月第一摆浪港，一直到10月才互找到。迄当阵，伊身躯顶有真侪所在拢受伤，主人佫对伊的体内提出2粒 BB 枪的枪支，但无想到伊伤才拄好，就佫第2摆浪港。这摆主人嘛，随来采取补救措施。So currently we are putting construction fencing, wired construction fencing around the entirety of my wrought iron fence where he showed us that he can get through very easily. So there's going to be no opportunity for him to leave through a fence here in my yard. 主人是真唔甘，表示讲，这只狗仔伫流浪的期间是经过飓风、暴风雪和 BB 枪的攻击等等各种考验，认为讲伊是一只真特别的狗，嘛希望用满满的爱，互伊安定，莫阁流浪啊。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今仔日是外国的情人节，真侪人会买花送予爱情。法国就有一间花店是真特别，唔但卖花，而且因卖花会当食，都唔惊这花会放甲冷气。花店内底员工长无形体人客搭配西洋情人节要送予伴侣的鲜花，不过规间店内看无红玫瑰，因为这间店所卖花拢是会使食的。Je peux vous montrer un petit peu, par exemple, celle-là, donc la giroflée. C'est marrant parce qu'elle ressemble un peu à une grosse glace. Donc ça, c'est vraiment une fleur que j'aime beaucoup. Moi, l'hiver, c'est vraiment une fleur qui a des saveurs qui sont intéressantes. Ça va être proche du clou de girofle, un peu radis noir. Ce que je trouve chouette. 这间花店伫法国首都巴黎第10区，是2018年开幕的。因为伫法国所卖的鲜花有85%是进口的，像中国、哥伦比亚这个所在，业者认为伫生产运输过程，鲜花较会造成污染，无法度用来做食品，所以甲法国各地差不多10间建筑生产会当食的花这业者合作，共同抵制外国进口的花。目前法国境内生产差不多150种会使食的花，所以有袂少用花来做食品的企业。包括鸡尾酒的酒农。Et on nous demande très souvent si elles sont comestibles. Donc on répond positivement, évidemment, tout en précisant que
selon les fleurs qui se trouvent dans le cocktail, il va y avoir des saveurs qui vont être apportées, qui peuvent être différentes. La fraîcheur, un côté floral, un peu d'amertume. Voilà. Et ça évolue avec les saisons selon les bouquets qu'on reçoit. 消费者认为，甲花加入鸡尾酒内，除了较好看，也会当伫啉酒的同时，看甲品味拢得到享受。这种会当食的花，也互今年的法国居民会当一花两用，享受无同款的情人节。公司新闻陈思彤编译。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梁怡珍。后礼拜一同这个时间，咱再会。